Javelin 这台现在非常贵，因为它已经没有生产了。这一台现在可能要13000多。跟多数火车迷一样疯收藏，但谢家亨最大的不一样是他自己做火车，按比例缩小，用陶土做。我们懂开。我有一点的 big， 手腕很大，需要一点窍门。从平面转实体，谢家亨自己画图拆解结构。一个火车头200多个零件，各需要不同工法。再以独步全国的闪光釉技法，窑烧出闪着金属色的蒸汽火车。镂空的铁轨为求逼真，铁轨上的整钉也要如实呈现。早已消失的人工推车从记忆中翻转出来，惟妙惟肖。谢家亨还一路回溯台湾铁路史，把清朝刘铭传时代至今代表性的蒸汽火车全复刻出来。就是清朝呢，从腾云、裕丰，接下来一共有8部火车，然后日本人他就把汉字的名字全部剔除掉，用阿拉伯数字编号，所以这是第一部9号。每一台蒸汽火车来自德美英日哪一国，在当时担任的任务，谢家亨都能如数家珍。他们都见证了台湾开发的过程。毛部长他非常的赞赏我，他是说你把整个台湾的铁道史，你一个人的力量把它整理出来了。每个陶制火车头至少70-80公斤重。谢家亨笑说，积蓄都拿来买房子给火车住了，也乐于借展出去，放在公共空间与更多人分享。闪光釉火车头透着日光，闪耀迷人光彩，从历史深处重现眼前，唤醒了谢家亨搭车长阿坡的童年，也唤醒了横跨好几个世代的回忆。我觉得真的很精彩啦，因为我们就是铁路现在已经这个都已经变成历史国宝了嘛。谢家亨制作的火车头模型多数已经报废，他希望把在台湾土地上逐渐消失的共同记忆，以最真最美的方式保存下来。我們動態，我有一啲嘅 big， 我們動態，我有一啲嘅 big。